24歲嘅李先生喺籃球比賽中猛烈碰撞頭部，短暫暈院後感覺無恙。急症室初步腦部電腦掃描未見出血，李先生自覺清醒，強烈要求即日出院。醫生基於受傷機制及潛在風險，堅持安排其留院觀察。4小時後，李先生突然劇烈頭痛並頻繁嘔吐，隨即左側肢體無力，意識迅速惡化至昏迷狀態。醫療團隊立即進行第2次緊急造影，證實顱內出現急速擴大嘅硬膜外血塊，正嚴重壓迫大腦神經。神經外科團隊隨即施行緊急開顱手術，成功清除血塊並釋放顱內壓，病人最終脫離危險。此臨床案例顯示，腦創傷初期造影結果具局限性，遲發性顱內出血可在受傷後數小時至數週內發生。任何頭部創傷後出現嘅頭暈、噁心或記憶力下降，均為腦神經受壓嘅明確警號。如果患者當時執意回家，極有可能因為腦散氣而喪命。持續嘅臨床監測與及早干預係防止永久性腦損傷的唯一原則。